的走向这种混乱的现象。因为人本来就是在这种二元对待的世界，所以呢，他一定会有偏心的一面。那么完全放下，完全的这种摒除这种不平等的现象，这种清净的状态啊，那除非是做到这个圣贤人的标准，做到佛菩萨的标准。那所以呢，圣人他要透过这种世间的教化，透过圣人的经教，来将这种圣贤大道介绍给百姓，介绍给民众。因为民众不懂，他们这个亲近平等的状态呀，跟圣人是没有两样的。他们不懂，那他们不懂，就要有人去教。那这个教，现在谁在教呢？现在就是透过经教来教。那么我们已经没有名师，名师离我们而去，这些大德者渐渐的离我们而去。那我们要依止什么样的言行来作为一个标准呢？只有透过经教，透过经教呢来作为我们修身处世的一个标准。那么经教呢，必须要有人去推动。那这个推动呢，包括呢你去实践，包括你去演说、弘扬它。所以我们今天说道之宗旨，道之宗旨已经传了这个20-30年。但是呢，道之宗旨呢，如果没有人去讲，没有人去推动，那么道之宗旨呢，还是没有办法落实在社会上每一个角落。你说挽世界为清贫，那么这个不清不贫的原理从何而来？如果说我们知道已经人心是引起的，那么人心呢，它为什么会不清不贫呢？这个主要原因呢，是因为人这个肉体需要活着，那活着呢，需要一个物质，物质就是所谓的经济条件。那这种经济条件呢，通常会打乱我们心的清贫，而致使呢，我们为了经济条件，而呢忘记了我们是这种人心的一个原理原则。大家追逐这种经济条件，中国人讲这个叫利。孟子讲得更好，上下交争利，国为利。上下每一个人，从国王一直到平民百姓，都是为了利而在生活。国王为了想得到更多的国土，更大的这些人民来支持他。那么他的臣子呢，也怀着利益来侍奉国王。士农工商呢，每一个人都是为了利而来从事他们的工作。整个国家呢，充满了利，那么这个国家就会败亡。因为呢，利占满了人心之后，清贫的现象就没有了。你怎么能够没有迷惘，没有邪思呢？没有污染呢？已经是不可能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在